新北市进前有高中生伫学校内底封挂颔棍死亡的案件，就网络红人伫美国的广场看见2个涉案的少年家囡仔的相片，即马伫新北市的5股嘛有，是出现一个看板，即嘛是民众家己开钱做的。毋但有这2个少年家的相片，顶头阁写人形共愤法不容。法务部是表示，甲这2个少年囡仔的相片公布，这款行为已经违法，毋过要由地方政府去处理。户外看榜是加一个新广告，挂起来才无几工，顶悬干那人伤无名，写7个字批评讲人情共愤法不容。这是周先市家己开钱来登广告，针对的都是新北市高中生挂颔棍案涉案的2个少年少女。以一个父母来讲，假设是我的孩子的话，那我是多痛心的事情。我们对这个小孩子不良行为，我们予以谴责。可是最后面是这个事情发生了，要怎么样来避免？洪公开这个少年疑似是替少女来出一口气，涉嫌伫学校摕刀来攻击共校的学生，落尾造成死亡。对目前小伤人伫美国订2个人的头上看榜了后，周先是嘛伫5个挂广告看榜来声援被害人。但是新北地方法院捌讲，散布涉案的少年的个人资料已经是犯校事法。这摆登广告敢算是逼出人的个人资料？这个少事法上面的83条，它写得很清楚啊。法律没有修之前，不行就是不行。而选法的规定也规定得很清楚。我们社会局当前首要之务，都在全力协助我们被害学生家属相关需求啦，并受理其他会协助家属的事项。虽然中央讲行为已经违法，但敢要甲法主责是伫地方。法院嘛讲，由主管机关照权责来处理。主责机关新北市社会局敢若讲，目前并无受理其他毋是协助家属的事项。案件发生到今，至少已经过半个月，2个涉案人虽然防收容，不过规个案件嘛是少年法庭在调查当中。现在都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，那家长不方便讲什么。现在很渴望知道的事情，就是在法律的层面上可以勿忘勿重，可以早点厘清事实的真相。民众是自发性的登广告，被害家属是无加回应，只是讲案件较大，还未移送去检方遐，对相关司法侦办的进度嘛不免互人质疑。只希望会当较早厘清专案的真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